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知法空相，不增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持一切苦，真实不息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银雷震开物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言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
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华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四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炎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复活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两遍得超生，只念三遍神鬼怕。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银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义县，周原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直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气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朵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华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逢华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
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大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气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气下生，周胡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座，还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两遍得超生，十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轻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银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股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粉圆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实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实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魂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。舍起照旗遮入夜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气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气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
吾皇敕令稷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还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李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王正二。敬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主席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。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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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点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。后学今天都导读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感恩了，感恩了护领任这边，感恩护前任这边，感恩各位点禅师这边，各位点禅师，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哦，佩仪，明天或者跟你换的哦，你跟或者换哦。